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0，诗篇68篇28节安尼讲：你的上帝定着你的困难，上帝啊，求你坚固你甲阮所成的事。三甲来祈祷，定着阮的困难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实，你是公义，你是怜悯，你是疼痛，你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。主啊，你赏赐逐项好物予阮，守约施慈爱，予所有听你、遵行你诫命的人。主啊，你要用大权能的手，带你的百姓出埃及，予你有名声，受尊重。今仔日，你也有缘，予阮通脱离罪恶的捆绑，通得到活命的盼望。主啊，伫患难的日，你要安静保护阮；伫患难的日，阮要求救你的名。主啊，若是阮要唱歌学落你的困难，因为你定着阮的困难。主啊，求你坚固你甲阮所成的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